繼續嚟，上集咧就講到保時捷一招暗度陳倉，一個回馬槍殺到班基金眼光光。對保時捷嚟講，呢一刀割落去，幾十億歐羅落袋，賺到盆滿缽滿啊！但係咧要完成單收購，嗰31.5嘅期權先至係關鍵。雖然咧鎖死咗啲貨，但要攞到實實在在嘅正股，就要吟啲真金白銀 cash 出嚟行權先得嘅。偏偏就喺呢個關頭，08年嘅金融風暴終於殺到埋身，公司嘅車開始賣唔喐，銷售額開始插水。09年嘅1月份，保時捷谷到盡先攞到大眾嗰51嘅股權，捱到3月份，咬實牙關向15間銀行撲水，先借到100億嘅歐羅，想頂硬上啦。但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實業嗰頭拍晒烏蠅，拉到啲現金掹緊。熟悉汽車行業嘅朋友都知道，汽車係一個好重資產、高經營槓桿嘅行業，對個市好敏感嘅，銷量跑唔起身，成間公司好大劑嘅。公司本嚟就有商業貸㗎啦，加埋呢幾年玩收購借嗰啲貸款，兩邊債貼債，幾乎都唞唔到氣。身處喺金融風暴呢個時候，收唔收購已經唔係關鍵嘅問題啦，保住嗰條命仔先最重要。結果喺09年嘅5月份，原先睇住食硬大眾嘅保時捷主動向大眾提出合併，不過家下呢個局面已經徹底反轉咗啦。大眾就揸住大把 cash 啦，金融風暴之下現金為王。面對保時捷嘅提議，大眾就借啲意揾咗一堆藉口喺度玩拖延。調轉頭嚟睇保時捷呢邊，情況就慘得多啦，生意又唔掂，債主一大堆，啲利息成個吸水海綿咁，公司嘅現金日日喺度縮水。雖然就話揸住大眾51% 嘅股份啫，但喺董事會投票權唔夠稱，一啲計都冇啊！從5月份一直拖到8月份，終於保時捷頂唔住啦，兩邊就拆咗一輪又一輪啦。最終保時捷集團焗住以40億歐元嘅價錢，將旗下最靚仔嗰個汽車業務割咗49.9俾大眾。3年後嘅2012年，大眾就出咗44億歐元食埋剩低嘅股份，完成咗對保時捷汽車100% 嘅收購。諷刺嘅係，保時捷汽車就去咗大眾旗下啦，但係保時捷家族仲揸住大眾集團51% 嘅股份。喺呢場收購戰入邊，邊個係獵物，邊個係獵手，已經講唔清楚啦。講到呢度，個故仔就講完啦。故事嘅前邊，保時捷通過反轉再反轉，殺到班對沖基金血本無歸。偏偏到最後，金融風暴一個尾浪掃埋嚟，臨門就撻咗 Q。呢個故仔講俾我哋聽，只要你一日仲坐喺資本嘅賭台上邊，你都未算贏嘅。資本遊戲係一條不歸路。記住，當你凝視深淵嘅時候，深淵也在凝視住你。